你係咪試過各種減肥方法，體重依然係唔喐？呢個可能唔係你嘅意志力嘅問題，而係你嘅代謝引擎需要升級啦。今日我話俾你聽一個關鍵嘅秘密啦，肝臟功能嘅好壞咧，直接決定咗你減肥嘅速度。減肥真正有效嘅關鍵唔係餓肚啦，而係提升身體嘅能量轉化效率嘅。第一，你需要補充身體嘅轉化劑，例如優質蛋白啦、維生素同礦物質啦，佢哋好似引擎嘅優質燃料啊，幫助咧肝臟更好將脂肪轉化為能量，而唔係堆積喺體內。第二，避開嗰啲阻礙代謝嘅劣質燃料，唔好嘅油脂、過度加工嘅蛋白質同精緻嘅碳水化合物啦。第三，調整你嘅生活節奏，少量多餐穩定血糖，戒掉宵夜，讓肝臟休息，保證咧充足睡眠。研究顯示咧，睡眠不足嘅人會自然抗拒運動，而當你營養充足嘅時候咧，身體自然會想動起嚟嘅。呢個唔係折磨自己嘅減肥，而係讓身體翻到咧該有嘅代謝狀態嘅。係啦，咁每個人嘅代謝狀況都唔同，一刀切嘅減肥方法咧，往往有效果都係有限啦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嘅代謝類型以及專屬你嘅飲食調整方案，我提供專業嘅1對1線下營養諮詢。而家私信我諮詢2個字，即可以預約首次評估，前20名預約者咧，仲可以免費獲得代謝評估報告嘅。即刻關注我，讓專業嘅營養指導你，帶你走出呢個減肥嘅迷宮啦，同埋咧揾翻健康嘅代謝節奏嘅。